我今日講呢份先啊，咁就講少少速率啦，咁就點做咧？嗱，首先佢就話爸爸乘坐旅遊巴士由甲地到乙地，兩地咧就相距95公里，用咗2個鐘，問你平均車速係幾多？OK，如果你想做嘅，都可以自己試下做一次先啊。嗱，咁咧，首先啊，畫翻幅圖先，呢度係甲地啊，呢度係乙地啊，中間就相隔95 km，OK，佢咧就用咗2個鐘，咁我哋其實要計咩啊？計速率啊嘛，速率係計啲咩啊？距離除時間咯，即係話95除2啊，95除2啊，咁所以等於啲咩啊？咪47.5 km per hour，OK。好，下面啦，佢問你啊，小狗咧就用3米每秒嘅平均速率跑162米，共需多少秒？嗱，呢度好明顯係講咩？時間咯，時間點解？記唔記得？距離除翻速率啊嘛，距離係咩啊？162啊，速率咧3，佢哋咪咁樣計啊？162除3，即係54秒咁樣咯，OK，好，繼續咯。好，下面啦，三四兩條啦。咁你想做可以自己做一次先嘅，我喺度俾2分鐘，好嘛？你自己試下做一次先。咁如果唔係咧，就比較集體抄答案啦，變咗。好啊，咁我就話咧，咁問你求兩地之間嘅距離，咁而家好明顯講距離啦，佢哋唔係速率乘時間咯，咁75乘3.5咯，等於幾多啊？262.5單位咧，km，明唔明白？哇！之後話最尾啊，咁咧佢就話啦，呢個佢就問又係問呢個幾多米啊？幾多米即係距離啊？嗱，你要知道咧，呢一課咧最重要就係咧，你要分辨翻第一，你要知道人哋問緊啲乜嘅，問緊啲乜嘅意思就係嗰啲佢咁問緊時間啦、速率啦定係距離。第二樣嘢你要知道每一個數字代表啲乜。咁呢個0.8係講緊咩啊？速率啦，15分鐘
佢係講時間啦。我阿 Sir 0.8係嘛？乘翻15啊嘛，但係未完喎，15分鐘嚟㗎。我哋咧記住啊，講過㗎啦，所有嘅單位就翻速率，速率嗰個係秒嚟嘅，所以呢個15分鐘咧，麻煩你都自動變翻做秒先。OK，1分鐘係60秒，15分鐘就乘翻60咁樣樣咯。所以最後等於幾多？720米啊。OK，我話到下面兩幅行程圖啊，都唔係好難嘅啫。咁就如果你睇得唔清楚嘅，你就睇我個 mon 啦。OK，或者如果你用 iPad 嘅，你可以自己擘大佢嘅。OK，咁就俾1兩分鐘你自己試一次先。如果你唔想試嘅，咁你等1兩分鐘啦，我都會做一次嘅。只係睇一次啫，好簡單啫嘛。要去洗手間嗰啲自己去啊。好嚟啦，嗱，首先就講翻咧，放大少少先啊，放大呢個，喂，做呢個先。咁呢個咧，畫成幅圖咧就出一條啊，幾鬼慳皮，唔係即係幾鬼幾鬼犀利啊！OK，不過佢就話咧問你邊一樣係唔啱嘅喎？志強唔係9點出發，係9點出發嘅，所以佢係啱嘅，啱嘅就唔使理佢啦。上午11點到外婆家，11點到咗外婆家咯喎，呢個啱。係咪逗留咗2個鐘？好似唔係喎，逗留咗幾耐？由11點逗留到幾多啊？1點半喎，係咪逗留咗2小時30分啊？咁所以呢個先係錯喎。OK，得唔得啊？咁樣樣睇啊，逗留咗2小時30分。OK，咁佢係咪佢咪1點半翻屋企？係啊，我圈住我已經1點半啦，就係咁嘅意思。OK，好，繼續。好，下面呢度佢話咩啟蔭同埋鳳儀嘅行程圖啊？問你佢兩個屋企相差幾遠？OK，佢兩個屋企相差幾遠咧？呢度有寫嘅。我睇翻呢個
2000米咯，但係而家佢用公里啊，所以到2公里啊，可唔可以啊？2公里喺度。好啊，之後啊，佢就話咧，佢幾點開始出發？咁幾點出發？阿啟任呢度先開始喎，咁應該係15:05啦。OK，每一格1分鐘啊嘛，如果你應該睇到嘅，幾時到目的地？佢嘅目的地係佢翻去人哋屋企啊，佢目的地喺呢度嘅，咁就係15:40咯。邊個途中休息？咁途中休息嘅就係停咗個位啊，就係呢度嘅，咁咪就係啟任咯。途中休息咗幾耐啊？5分鐘。幾時相遇？相遇就係打交叉嗰個位啊，就應該係15點幾多分啊？數翻手指啊，呢度係25啊嘛，26、27啊。全程用咩速度嚟行？阿鳳儀咧就因為佢玩2公里啦，咁佢行咗幾耐啊？行咗1小時啊嘛。OK，咁咪即係2公里 K，半小時嘅速度去行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咁最尾啊，呢一份嘢嘅最尾啊，俾5分鐘大家，5分鐘，咁啊自己做埋佢。OK，咁咧當考試咁樣做啊，短答題，6分鐘啦，俾多分鐘你，6分鐘，咁你自己做一次先。OK，當考試咁樣自己做埋佢。仲有3分鐘啊！
我差唔多啦。佢就話啦，3分鐘5秒啊，就呢個咧，留意翻嗰個速率咧，要求係答啲咩啊？所以咧，我哋就將佢變晒做秒先嘅，即係400啊，除翻3乘60加5咯，咁樣嘅。OK，咁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要將個時間啊，要變咗做秒先啊。咁所以就你應該計到2點嗱，留意翻啦，佢講到明除唔盡嘅，其實已經一個小數位啊。咁你應該計到2.16嘅，咁我哋就要將佢變咗做咧2.2啊。OK，將佢變咗做2.2，咁樣好就咁之後咧，佢就話兩架車同時相反方向行駛啊，即係越拉越遠啦。即係話你105本身就係加86先嘅。OK，11個鐘之後啊嘛。咁咪再乘翻11咯，咁就因為咧一邊咧就向呢個行嘅，另一個就呢邊行嘅，所以咧就越拉越遠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嘅速率combine埋一齊咧先計嘅。咁啊2101啦，我睇住呢幅圖啊，又係啦，背地而行啦，即係一個去呢邊啦，一個去呢邊啦。OK，啊好似調翻轉喎，佢就話咧嗰個渡輪嘅平均速度係幾多？嗱，留意翻咧，佢就話咧咁首先咧，你要揾翻渡輪嗰個距離先嘅。渡輪個距離點樣揾咧？你依家係172啊嘛，即係而家呢一度係172啊嘛。啊，我揾個空大啲嘅位俾你畫俾你。第三條呢度，咁一個呢邊啦，一個係呢邊啦。咁呢個快艇啦，呢個渡輪啦。OK，呢一度兩個加埋172啊嘛。但係你有方法咧，你首先第一件事揾翻渡輪嘅距離先。渡輪嘅距離先，但係咧，你有渡輪嘅距離嘅話咧，你要計翻快艇嘅距離先嘅，因為你要我當係咁樣樣啦，你要揾翻呢一個先嘅。咁呢個行咗幾多咧？呢個咪25乘4啊。OK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其實渡輪嗰個距離咧就係172減25乘4，呢個就係個渡輪嘅距離啊。好啊，咁我哋距離除時間就係速率啊嘛，所以咪除4，咁所以應該都係18嘅。OK，嗱呢條真係重要啊！第四條啊，一條行人隧道180米啊，咁佢就話兩邊同時雙向而行啊。咁咩叫雙向而行咧？第四條呢度做咩就係咧一個咧就咁行嘅，另一個就咁行啦，最尾咧就會撞埋一齊嘅。OK，呢個叫 C 位啊，呢個叫可因啦，佢最尾兩個會撞翻埋一齊嘅。咁我哋點計咧？咁就首先啊，又係啦，我哋佢兩個會夾埋一齊行噶嘛，所以距離除翻個速率咯，你要計到個時間嘅。但係未完喎，因為你呢個係秒嚟啊，秒嚟啊，我要咩啊？我要分鐘喎，可唔可以再除60啊？OK，變翻做分鐘。OK，所以答案應該2分鐘，有冇問題？哇，咁呢幾頁紙咧就講到呢度啊，都唔好難咧。OK 未？嗱，俾翻你睇下前面嗰啲都好。咁啊，如果冇問題嘅，咁我就呢個位就轉一轉啦。等陣啊。